路加福音第9章，耶稣收拾12个学生来，赐本佢哋能力、老强兵、脚鬼并医好各种嘅病，然后派佢哋出去传上帝国嘅福音，也以此骗人。佢老佢哋讲：，你哋出外嘅事，唔好帶乜嘅東西，唔好帶貴棍嘅，唔好帶旅行袋，唔好帶食物也係錢。也唔好加帶一輛內衫，無論哪家人肯接待你哋，就喺菜嘅位，直到你哋離開嘅所在。那係嘅位嘅人唔接待你哋，你哋就離開嘅城市，也會將各項嘅奶粉等貼來表示對佢哋嘅警告。學生就出去行遍各鄉村，特所在宣傳福音並異片。加利利嘅希律王聽到所發生嘅一切事，就真操煩，因為有人講係施洗約翰犯上，有人講係以利亞顯現，也有人講係古時代嘅一個先知犯上嚟。希律講：約翰已經本挨斬頭，兩個人又係乜人咯？樣板挨聽到很多關係佢嘅事情。所以佢一出想愛見耶穌，使徒都進來，將佢哋所做嘅一切全部報告耶穌。耶穌就帶領佢哋，點點地去到明安到伯賽大嘅城市，眾人一啲就聽定佢去。耶穌就歡迎佢哋，對佢哋講論關係上帝國嘅事，又以後佢哋需要一個人。日頭落山嘅時，12個學生來見耶穌，對佢講：，請喊大家離開，好本佢哋去附近嘅村莊尋食嘅東西，留吃嘅蔬菜，因為兩位真偏僻。總係耶穌對佢哋講：，你哋本佢哋食。學生講：，我哋只有5隻餅，留2尾魚。咁講而愛我哋去買本，倆按太橋的人食嘛？幾條人但참男人就約有5000沙。耶穌對學生講：，向眾人一排一排坐定，搭排約50沙。學生照佢嘅話去做，向眾人坐下去。耶穌將5隻餅留2尾魚拿起來，我頭望天，感謝上帝，然後擘開。交伴學生，學生就伴眾人，大家全部食到飽。學生將所存嘅水嘢飲起來，裝滿12隻籃嘅。有一擺耶穌單槍一撒祈禱嘅時，學生也同佢在隔位，佢問佢哋講：，眾人講我係乜人？佢哋應講：，有道講而係施洗約翰。有道講而係以利亞，也有道講而係古時代嘅一個先知犯上嚟。耶穌又問佢哋講：，你哋呢？你哋講我係乜人？彼得講：，上帝設立嘅基督。然後耶穌嚴嚴警告佢哋，唔好將這件事對別人講。人子一天愛受千多嘅苦難，佢會本長老。祭司長老經學教師，而且也為本人殺害，總係第3日佢會復活。耶穌又對大家講：，想愛聽我嘅人，就會表脫自家，當日騎起佢嘅十字架來聽我。因為想愛救自家生命嘅人，反轉為喪失生命；為到愛喪失生命嘅人，反轉為得到生命。人那係傳到全世界。總係喪失也係損害自家嘅生命，有乜嘅路用呢？當然冇。無論乜人，因為愛老愛嘅教訓感覺減少，人子在其老家巴並升天使嘅陽光中降臨嘅時，也愛看其做減少嘅人。愛實在老你都講，其在2位嘅人，有到在死以前會看到上帝嘅主權實現。講這條話約8日後，耶穌帶領彼得、約翰、
老雅各去山顶祈祷，耶稣祈祷嘅时，佢嘅面貌改变，三拍到发光。忽然有2個人出現，同佢講話，就是摩西和以利亞。佢倆撒在陽光中出現，同耶穌講論佢愛在耶路撒冷用死來完成嘅事。彼得老2個同伴已經衰退去，佢哋清醒後就看到耶穌嘅榮耀，老同佢向下企定嘅2個人。這2個人愛離開耶穌嘅時，彼得對耶穌講：先生，我哋猜了位真好，我哋來搭3件了誒，1件本你，1件本摩西，1件本以利亞。佢真嘅唔知自家係講乜嘅，佢行講電話嘅時，有人出現，揸定佢哋本人保定嘅時，學生就清楚講，忽然有聲對園中傳出來，講：也係我嘅來。係我所見成嘅，你哋愛聽上去。這聲音停停以後，只有耶穌一撒在隔位，在嗰度熱烈中，學生點點唔識對萬人講起佢哋所看到嘅事。第2日，佢哋對山頂下來嘅事，有一大群人來迎接耶穌，人群中有一個人喊講：先生，求你救我來，因為我只有佢一個來，下令攻擊佢嘅時節，自己忽然間親恨，看佢歸心出境，再見不破，下令常常一樣傷害佢，唔肯幫佢殺，我求你學生救了個下令走，總係佢哋冇辦法。耶穌應講：你哋倆死退嘅人，用辦按無信心，按腐敗，我還愛猜你哋倆位結救呢，還愛原來你哋結救呢。接定佢對幾人講：將人來嘅帶來倆位。4人嘅行定來嘅時，鬼將佢平落地上，使佢見出境。耶穌就接批嘅下令，醫好4人嘅，將佢交還家吧。大家隆重稱喜氣上帝嘅大能，大家對耶穌所做嘅一切，還在喜氣嘅時，耶穌又對家學生講：唔好唔記得我愛老你哋講嘅話，人子為本人交在人嘅手中。總係佢哋唔會了解呢話嘅意思，因為含義不明，佢哋無法度想象，佢哋又唔敢問佢到底講乜嘅。學生互相議論，佢哋當中到底萬人最偉大。耶穌啲佢哋心中所想嘅，就喊一個聖人來，本佢企在自家嘅順頭，然後對佢哋講：為到我嘅名接替倆聖人嘅，就是接替我；接替我嘅，就是接替嘅差我來嘅。而到當中，萬人係最微細嘅，萬人就是最偉大嘅。約翰對耶穌講：先生，我哋看到有人奉你嘅名腳跪，我哋就禁止佢，因為佢唔係聽我哋嘅。耶穌就對佢講：唔好禁止佢，因為唔係反對你哋嘅，就是贊成你哋嘅。耶穌數接升天嘅日子會到嚟，佢決心愛去耶路撒冷，就派使者先行，佢哋去到撒瑪利亞嘅一隻村莊，愛為耶穌準備。總係嘅地方嘅人唔會讓耶穌，因為佢愛去耶路撒冷。嘅學生雅各和約翰看到這個情形，就講：主啊，你愛我哋向天堂嘅火下來消滅佢哋麼？耶穌轉身接批佢哋，佢哋就去別嘅村莊。在佢哋所行嘅路上，有一個人對耶穌講：你無論去到哪位，我一定愛聽你。耶穌講：府裏有龍，雕嘅有雕，總係人子連貼頭嘅所在也無。耶穌又對另外一個人講：你來聽我。
總係幾人講。主啊，主愛先轉去埋葬阿爸。耶穌講：本聖人去埋葬佢哋嘅聖人，那係你愛去傳上帝國嘅福音。又有一個人講：主啊，我愛聽你，總係准愛先轉去同僕下人辭別。耶穌對佢講：主看等來嘅耕田要健看後輩嘅人，看唔得做上帝國嘅人。